天主教神學小問答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天主教的聖體的質變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我們新教是不承認質變的。答：首先，質是那使一物成為那物的有點像概念的東西，例如椅子的質使一物成為椅子，水的質使一物成為水，麵包的質使一物成為麵包。一物的外形只是附帶或附加體，不是必要的。例如，一張椅子可以是紅色、藍色、黑色，也可以是用木材或鋼鐵或石頭做成的，也可以是圓的或方的，等等。但是讓我們認識到它是一張椅子的，是它的質。椅子的質讓我們聯想到椅子的功能，人坐在上面工作、書或吃飯等等。在彌撒中，主祭者重複主耶穌在最後晚餐的話：這是我的身體，這是我的血。主耶穌神的這些話是生活的，有時效的。麵餅之所以變成了的身體，酒之所以變成了的血，只因為天主子。如此悅了，你們要這樣做，來紀念我。如同創世紀創造萬物時一樣，天主悅了，事就成了。祝聖後，麵餅和酒的外形沒有變，但深層的質不再是餅，酒的質卻變成了耶穌的體，血的質。故祝聖後的餅酒不再是餅酒，而是天主子耶穌自己，真實臨在於祝聖後的餅酒形中。這就是天主教2000年來堅持相信的聖體聖事的質變。在若望新教叫約翰福音裏，耶穌對猶太人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若人子的肉，不喝他的血，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。誰若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。在末日，我且要叫他復活，因為我的肉是真實的食品，我的血是真實的飲料。誰若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內。約6:53-56，天主教希望很看重聖經的新教朋友就從字面相信耶穌所說的這些話，不要憑有限的理智去把這些話合理化或過分精神化、象徵化。當時很多本來跟隨耶穌的人聽了耶穌的話後說：這話生硬，怎能聽得下去呢？並因此不再跟隨耶穌了。誠懇希望我們的新教朋友不要學他們的樣，而要欣然地、感恩地、也驚訝地接受在聖體聖事裏那光明卻隱蔽得很弱很小的主耶穌。